各位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3月29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出埃及记32章第7节到14节，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找耶稣基督来，是为着要来找失丧的人。上帝来是要为着要来赏赐救恩，互人来归向伊，来跟对伊，进入伫伊的救恩。可是人背逆上帝的道路，就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因看起来亲像咧超找上帝，但是因却是安尼黑白咧找，制造着偶像来敬拜，得罪着上帝。出埃及记32章第7节到14节，上主对摩西讲：赶紧落山，你对埃及带出来的人民已经对了，因真紧偏离我命令因的道路，为家己铸一只牛仔，甲伊跪拜献祭，佮讲：以色列人啊，这就是带恁出埃及的神明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我看这个民族真正是心硬固执，但你着出在我要对因来发大受气，甲因消灭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。摩西就对上帝伊的上帝求情讲：上主啊，你是安怎要对你的子民发大受气？因兼毋是你用大气力、大权能的手对埃及带出来，你兼要互埃及人讲，伊带因出去是要害因，伫山里甲因杀死，互因对地上消灭。由你回心转意，毋通对你的子民发大受气，毋通降灾下互因。由你会记得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你捌指家己对因立誓，讲：我要互恁的后代，亲像天顶的星汉济，佮将我所应允迄块地，全部赏赐互恁的后代，做因永远的产业。对安尼，上主就改变心意，无将所讲的灾祸降互伊的子民。上帝差遣摩西去埃及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脱离做奴才的所在，是因为以色列人需要，是因为上帝有怜悯，是因为上帝主动来找因。当迄时，因并毋知影上帝是啥物人，也就亲像耶稣基督的时期，以色列人并毋知影耶稣就是基督，是弥赛亚。是上帝所赏赐的救恩。迄个时，上帝就已经差遣独生子来到世间，来超找失丧的人，并且赏赐救恩互因。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0节，有一遍真济毛税甲罪人徛来活来耶稣遐，要听伊讲道。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拗念，讲：这个人接纳罪人，甲因食饭。耶稣就甲因讲这个譬喻：恁中间有甚物人有100只羊仔，拍毋见一只，伊兼毋放迄只99只伫旷野去找。拍毋见迄只，找到着一个找到，伊就真欢喜，将迄只羊仔派伫经头。伊转来到厝，就叫朋友甲厝边来，甲因讲，来斗欢喜，因为拍毋见迄只羊已经找到。我甲恁讲，亲像安尼。为着有一个悔改的人，比99只毋悔改的义人，伫天顶的欢喜要搁较大。啊，是有一个妇人人有10个囡仔，拍毋见一个，
兼无点灯扫厝内，拍拼找到一个找到，就叫朋友去厝边来，甲因讲来斗欢喜，因为拍毋见，迄个人已经找着。我甲恁讲，亲像安尼，上帝的天使会为着一个罪人来悔改来欢喜。上帝想赐救恩是要互世间人的，但是咱看见遐个利用家己是选民的来坚持的犹太人、法利赛主义的人、经学教师，甚至祭司，却因为自义啦拒绝领受救恩，嘛阻挡别人来得救。诗篇32篇，过失得到赦免，罪得到撤销，这个人真有福气。心无奸诈，上帝无算伊有罪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我若点点毋认罪，就规日害惨，连骨头拢打去。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，我的精力亲像予热天的日头晒甲打去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无隐瞒我的罪恶。我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，伊就赦免我所犯的罪。安尼，天性的人拢着伫通找着你的时对因祈祷。大水泛滥嘛，一定袂淹着我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会庇佑我脱离艰苦。你会用得救的歌四面来为我。上主讲，我要教示你，只是你应该行的路。我要注目看你，眷顾你，毋通亲像马儿无知识，因着用马甲筋、马力色的约束，才会当顺服。歹人会受到真济的痛苦，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慈爱，四面为伊。义人啊，就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；心正直的人啊，就大声欢呼。上帝找咱，咱就爱超找上帝，安尼才会当领受救恩。求主帮助咱，毋通掠做家己是义人，嘛毋通固执来拒绝，就爱谦卑，爱认罪，爱顺服，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